主任，我種完牙之後，係咪就唔可以做磁力共振㗎？我應唔應該同佢講？好多人一聽到金屬咧，就自動聯想到種植體會被磁力共振吸住，以為以後連去醫院做檢查都唔得。但係其實你唔使擔心，因為種牙用嘅材料係鈦或者鈦合金，係非磁性嘅。簡單講，佢根本唔會被吸走，唔會喺部機器裏邊亂喐，亦唔會影響檢查結果。所以如果你要做磁力共振，絕大部分情況下係完全冇問題㗎。點解大家會咁擔心呢？因為磁力共振的確會對某啲鐵磁性金屬有影響，但係種植牙唔屬於呢一類。我哋揀選材料嘅時候，一早已經考慮埋呢一點。不過有一樣嘢，你檢查前一定要記得提前同影像科醫生講你種過牙，等佢哋可以預先準備，唔係唔俾你做檢查，而係等醫生可以更準確判斷影像。所以千祈唔好因為驚第日做唔到磁力共振而猶豫唔敢種牙，有隻牙缺咗唔理，引起嘅問題比起磁力共振要複雜得多。算啦，我都係直接同佢講清楚。